警方指控36岁美国非裔同志男星杰西·史莫里特自导自演一出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的造假袭击。他参与演出的电视影集《嘻哈世家》剧组决定剪掉他本季最后2集的所有戏份。芝加哥警方指称，杰西·史莫里特 （Jussie Smollett） 今年1月底精心策划为炒作知名度与更优渥片酬的骗局，先是寄给自己一封写充满仇恨文字的信函，之后又雇了2个人在芝加哥市中心冲着他发动种族歧视与恐同的假袭击。杰西·史莫里特在福斯电视台播映的影集《嘻哈世家》（Empire） 饰演吃重的角色莱恩 （Jamal Leon）。剧组制作群在事发后曾一再重申他们对于杰西·史莫里特的支持，但之后警方声称这起袭击是场骗局。不过就在今天23日，制作群发表声明说，决定删掉这个角色在本季最后2集的戏份，以避免影响拍片进度。影集制作群表示，过去几周发生的事，全体剧组的情绪大受影响，并说杰西·史莫里特是嘻哈世家家族的重要成员。制作群说，虽然这些指控非常令人不安，但我们信任处理这起案件的司法体系。20世纪福斯电视公司 20th Century Fox Television 发言人亚历山大 Chris Alexander 则说，杰西·史莫里特目前并没有永久从这出影集里消失。杰西·史莫里特在21日被逮捕，并被控向警方谎报遇袭的重罪，随后获准以10万美元（约新台币308万元）保释。中央社